正道反省甲检讨，请曾牧师。咱个一摆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你已经强读你的话，伫你的圣殿，我嘛要听圣神解说你圣经的话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，阮向你拍开阮的心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心内，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归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日是咱今年中间最后一个礼拜日，年底对真侪人来讲，拢是一个检讨的时间。无论是公司，无论是咱服务的单位，年底拢是一个反省检讨，阁有就是计划新的一年所要行的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应该嘛是安尼。愿天父上帝赏赐智慧的心，互你每一个人真做一个好的生命的管家。求天父上帝赏赐智慧，互恁会通好好把握上帝。无论上帝互你80岁、90岁，上帝将伊的智慧放伫你的手中，互恁好好管理恁生命每一个年日。有的人一日会当当做2日用，有的人一日当当做1年用，但是有的人1年甲伊浪费，当做无路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有反省有检讨。对11月底进入感恩节，进入圣诞节，一连贯就是感谢，就是反省，就是求讨。主啊，明年新的一年，祝你赏赐你的运费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将伊的话写伫咱的心中，因为年底是一个反省检讨甲祈祷的开始。恁若还袂写恁的明年新的一年的祷告卡，咱还有机会，因为明仔阴暗就是咱的跨年祷告会。对今仔日开始到明仔阴暗，你还阁有一段真好的时间，因为拄好是年假，阁礼拜日，所以你当好好想讲，伫明年你有甚物种新的事工、新的计划，你会当伫上帝面前甲主祷讲。主啊，伫明年的中间，求你赏赐我什么，我无贪心，我伫主你的面前求天上的事，比求地下的事更重要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会当伫即个反省甲检讨的时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互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主互我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主互我对少年到年老，我无浪费我的人生。主，你若既然你所收拾我的运费，入我的库房，入我的落地啊，都无拍甲漏去。有真侪人趁真侪，但是留真少，因为生命有破口，因为生命无有完全得到主的保守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互恁会当真做一个好的管家。后礼拜我嘛要读这段圣经，我要鼓励恁，今仔日若对恁甲这段圣经对头到尾甲读。上少《申命记》11章，恁对第7节读到16节，因为是我后礼拜梦想。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计划，新的一年上帝讲，过去得那地，意思是讲，你往头前行，我伫头前甲你备办一个分别罪性，一个要赏赐你的迦南地，有无？上帝所赏赐咱的生命，伊讲过去得那地，讲你向前行去得到我所要赏赐你的产业。但这段话多美伫即个中间11章的12节，伊讲你的上帝对年头到年底，伊的目睭看顾你。也即你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伫2018年才有保守你。你有感觉孤单吗？也即无论你感觉孤单、惊吓、苦楚，请你会记得，目屎切掉的时，你也会记得。其实咱的上帝徛伫你的身边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邀请咱伫主的面前，甲主祈祷讲：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甲我三甲伫地。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甲我三甲伫地。主求你帮助，因为你是一个对年头到年底
你是一个对年头到年底拢咧看顾人的上帝。如果伫2018年你感觉孤单，你感觉好亲像你的祈祷，上帝无听到，无需要陪伴你祈祷，无需嘛要甲你鼓励。兄弟姊妹甲主祷，2019年上帝你无离开我，上帝要甲你讲，其实我2018年嘛无离开你。对少年到年老，对永远到永远，耶和华是咱的上帝。阿门吗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有一个祈祷。你听了师会读经，你听了牧师的分享讲解，你伫你的心内你做祈祷。主，我伫你的面前，将2018年对年头到年底，主我摆咧伫你的面前。主，我将规年365日我所行过的每一个时间，主我摆咧伫你面前。主，我所做的若是互你欢喜，主你甲我学乐。主，我所做的若无四正，互你流目屎，主你安慰我。主，求你无甲我责备，主求你互我伫你的面前得到怜悯。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愈侪人，愈来愈侪人，一个一个有受感动，咱开始咧写感恩的日记。今仔日咱敬拜赞美时，咱有听到苏月老师，伊讲伊听到文芬，伊开始习惯写伊的祷告日记，写伊的生活日记。所以到年底的时，伊一篇一篇咧看的时阵，伊才发现讲，普通时真容易袂记得与神同行，甲上帝同行。咱真容易袂记得上帝伫咱身边中间咧，甲咱搭肩膀，甲咱扶腰，甲咱鼓励，咱真紧就袂记。但是如果咱有一个祈祷的日记簿，咱有一个感谢的日记簿，咱会发现讲，哪会遮济？上帝你真正真好，求天父上帝纪念帮助咱，互咱伫明年新的一年，到伫明年的年底时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一路行来，上帝你的恩典的手无离开我。今咱读的圣经其实有3段，书会读2段，但是伫金句的顶端，佫有另外一段，就是以赛亚第41章20节。这段圣经，伊拄拄咧回应咱的书会所读的这个诗篇73篇16节。诗篇73篇讲，我斟酌咧思考我的人生，我斟酌咧思考这个世间人，好人是安怎遐低命，歹人是安怎安尼洋洋得意。代表讲，我看了实在无法度明白。当伊无法度明白的时候，伊佫继续讲：，独独只有我进入礼拜堂伫上帝的圣殿的时，我才知影原来人生是甚么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对咱讲明。若无圣神的帮助，无人读有上帝的话，读过对遮读入去，对遮走出去，对遮看，对遮无。独独只有圣神甲咱三角地地的人，咱容易有感动，因为圣神要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。所以今仔我要邀请兄弟姊妹重视做礼拜，因为代表讲，当我进入上帝的至圣所，我思想人的一生的终局结局的时，我就明白，兄弟姊妹，人生其实真短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人生，无论长甲短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担着上帝所赏赐咱完美的主笔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有你实在真幸福，因为上帝你将满满的祝福放伫我的生命内底。愿天父上帝伫每一摆咱同齐做礼拜的时，伊的话伫咱的教会中间受高举，伊的话伫咱的教会中间受高举，伊的话要亲像即出的日头，对外面照入咱的心内，互咱看到，互咱明白，真做咱的快乐。上帝的话要真做咱的画面。
今仔日的金句是写伫以赛亚第41章。这段话其实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咧讲话。伊讲，上帝甲以色列人讲：恁着祈祷，恁若求我，我就将将来要发生的代志甲恁讲明。恁着按我来申诉，你按我来求讨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。我倒体读以赛亚41章22节，上帝讲：你们可以声明，意思是讲，你徛伫我的面前，恁会当安那真自在，毋免惊，对我表明恁的心意。这就是上帝讲。伊讲：你会当甲上帝讨讲，上帝啊，求你指示我，将来我所要拄着的事，甲过去所发生的代志。意思就是讲，我过去发生的代志，真侪代志我屈出，我袂明白。伫将来的代志，我嘛毋知影到底要发生什么种的代志。当我读这段圣经的话时，我才发现，上帝今仔日予我一句新的话，伫恁的手中拢有一本恁家己的圣经。但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就是上帝要搁继续伫你的生命中间所写新的圣经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无论拄着忧苦、苦难、幸福，伫凡事的情景的中间，上帝要伫你的人生的境遇顶悬，搁一摆将旧约的圣经写做新约的圣经。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伊真宝贝的所在。有时咱拄着人生的境遇，咱无度解说，咱嘛感觉真讨厌。主啊，我开拄着这种的情景，前所发生的事我袂明白，无亲像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但是上帝讲，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我要搁继续讲我的话。上帝讲，有我恁就够业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上帝讲，我的生命是丰富的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将这句话写伫咱的新的一年要向前行。咱甲主祷讲，主当我安静思考的时，主求你予我明白人生的终局是甚么。主当我安静祈祷的时，求你予我看见头前你甲我所准备的。我的生命要成做一本的圣经。甲所有正信徒伫圣经中间的旧约信仰互相的回应。以前的圣经已经写伫遐，但是我的人生中间要写做另外一篇圣经的故事，要讲阿门。因为伫我的故事的内底，早就已经发生伫旧约的圣经、新约的圣经的内底。也这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两个智慧奥妙放伫你的心内。你对过去发生的代志，你无度解说，但是今仔上帝用伊的手摸伫你的内底。我的囝儿，虽然暂时你袂当了解，但是毋免惊，我甲你相甲伫地。我的囝儿，伫头前，我甲你备办一个尊贵的活命。高明的人，就爱计划高明的事。少年囡仔，恁爱甲主讨，主互我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成做一个尊贵的人。主，我伫一生中间，我不爱做一个真平庸。若毋是上好的生命，我无爱。因为圣经讲高明的人追求高明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将将来的事指示咱的囡仔。伫咱安静思考，恁就要明白，世间人其实真有限，咱想无一定会了解，对毋对，兄弟？同一本的圣经读了，众说纷纭；同一本的圣经读出来，有无共款的主张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因为咱非常的平凡。所以，咱对圣经的认捌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咱真困难。所以，今日诗篇73篇，代笔的祈祷要成做咱的祈祷。进入圣殿去祈祷，
伊讲：当我进入主的至圣所，我安静思考，上帝就互我明白人一生的终局。所以代表讲，人一生是70，永壮当到80，对无？其中所夸口的到底是什么？若要上帝所夸口的，就是劳苦忧愁。但是，若有上帝的囝20某囝，伊就讲：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心到万世代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主真正互恁享受着这个祝福，享受耶和华的好，享受耶和华的慈爱，享受耶和华到万世代的应允甲保守。得时不得时，顺境逆境，我拢要坚持勇敢。自我出世来是为着要赢过这个世间。2019年，咱的祈祷是什么？每一年牧师到伫年底有一个使命，就是咧想讲明年我要送恁什么种的奖章啊？我本来已经想到实在是想无。所以今年我甲陈牧师讲莫做啊，我实在是想无，毋知要做啥物奖章送咱的兄弟姊妹。但是真侪人拢咧问讲，牧师今年的奖章要做啥？我为恁祈祷，愿你们如鹰展翅上腾，好无？安尼恁就知影讲牧师大概明年要做的奖章是啥。真侪，但是今年到最后的定案。我为恁祈祷，咱出世是尊贵的基督徒，咱无应该受到捆绑，咱无应该受到黑暗的势力的限制，咱应该真侪上帝福音的映照，飞到海的极头，飞到至高的所在，走也袂野，行也袂深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。因为真侪人读圣经拢是用负面的咧读，伊讲无论你读偌济吼，无影讲走也袂行，行也袂深啊。讲你会使，阿免你会使安尼读，但是我不爱安尼读。我要相信我走也袂行，行也袂深。现在你要安怎读圣经？有时我铺咧伫 Facebook 顶悬铺一个经赞吼，有人会用足负面的讲，牧师也无影安尼啦，教会嘛无影安尼，啊基督徒嘛无影安尼。我讲阿免你会使安尼。但是我的上帝所讲的，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伊讲没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信仰就是祈祷甲经历，信仰就是祈祷甲经历。因为你看到你的限制，所以你讲圣经所写无影会成就。但是如果咱注目，毋是看家己，毋是看地上。咱的目睭若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咱就看迄个看袂到的噩梦，咱就看见迄个看袂到的噩梦。主听咱的祈祷，将伊的话、将来的事、过去的结局，主甲咱讲。伊讲我要带你到一生的路尾，你所行的路嘛无外闯，对永远到永远，我要做你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地。以赛亚41章22节，咱读了，即摆咱读20节。以赛亚41章20节，伊讲：我看见，我知影，我思想，我明白。有个人看见却看袂明白，有个人听却无听见，想却想袂到。独独只有敬畏上帝的人，有圣信的帮助的人。因看要知影，因思想要明白。阿门。当我读到这段话时，我才知影讲，为什么过去有真多时阵，我对上帝的奥妙无法度明白。我承认，咱是平凡的人，但这段话极大的鼓励，因为这是上帝讲的。上帝讲。我是叫恁看见了后会知影，我是叫恁思想了后会明白。恁注听这个经文，
伊讲我要叫你们，我要叫人，我要叫所有世间人，因为我的帮赞，看见了后就看会清楚，思想了后就会明白。然后你就会知影，我的手扶持引带你到世间的路way。这就是今仔圣经41章的第20节。当魔鬼甲你讲你软弱，你要勇敢徛起来，甲伊讲，离开我，因为我的上帝是我得胜的记号。用所有的软弱做坚持，用所有的软弱宣告，我袂互这个软者搁继续捆绑我，因为我的亲人、我的囡仔、我的厝边，拢咧看我安怎经历这个困难。兄弟姊妹，上少加坚持1分钟。今日你加坚持1分钟，你明仔载就有一个能力加坚持2分钟。后来慢慢习惯，坚持就成做你的特质。这个勇敢甲坚持就成做你的特质。毋是咱有能力通坚持，是因为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咱也抓准上帝无甲咱三角地带。这个上帝，伊就伫咱的生命中间做主掌管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听到这段的圣经，咱甲主讲，主对年头到年底，主我伸出我的手，主求你看我。也这，咱的主耶稣讲，我徛伫门外，咧等你。我徛伫门外拍门。主耶稣讲，我早就伸出我的手，我的囝儿，你毋免惊，你将你的手放伫我的手。愿咱在座所听的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无一人例外。伫新的一年，咱无搁再互困难苦楚咱的生命。伫新的一年，愿天父上帝将平安甲喜乐放伫咱的手。主甲咱三角地带，开咱的目睭，互你看到伊存在伫这个世间。拄则夜你咧讲起，我甲咱分享伫 Facebook 顶悬的一张相片，迄就是访人摕互我饲的迄个鸟仔饲了，伊拢食剩会有一寡壳，我拢甲伊拍掉，总是10粒9粒嘛，无一定拢是拍的。所以有一寡也袂食掉遐，特别其中有一粒麦仔，一堆啦，伊咧偌济粒我毋知影。我就随手甲伊拼伫咱的外口迄个总路的头前迄个树仔骹啊。经过毋知几个月了后，一堆足青翠的新的野草走出来。因为咱教会最近咧整理环境，我就随手遐抠，忽然一堆野草安尼抠起来了后，我才发现讲足水的两穗啊，毋是番麦啊，足水的两穗就是小麦草，伊开甲足水的，我真后悔，我本来应该甲留咧，但是因为我甲伊当作野草，我就甲抠掉。对中昼到下晡，我哪想哪毋甘，所以我当时甲迄两穗搁捡倒来，我搁甲种伫一个足细枝的干仔的内底。然后上帝给我一个感触，伊讲你的生命敢无比这2粒被人淘汰的种子更加重要？也这，上帝嘛要甲你讲，你我咱的生命远高过这2粒麦子的种子。遮尔无路用，伫这个世间存在一点仔重要，都无重要的2粒鸟仔食剩的种子，伊互我看到，咱的上帝疼咱，所以我将迄句话放伫 Facebook， 嘛咧鼓励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你有感觉上帝疼你吗？无看紧咱家己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开你的耳孔，上帝开你的目睭，互你看到，
伊的荣耀、伊的尊贵，伊甲你三角伫底。主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伫年底的时，咱有做彩绘重建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做一个会晓当大人的囡仔。咱的教会伫16年前种差不多40丛的桂花，因为种的所在无共款，16年后16丛体格嘛无共款。咱中间有人180，但是嘛有人160个，吼。偏偏16年前种的40丛的遮的桂花树，即个咱的整理教会时，才发现，哇！有诶，该大甲遮尔水，啊，有诶，香，那营养不良诶，当大人当无过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当大人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你诶面前，你用加勒泰书第2章18节，拆毁与重建。伫咱诶生命中间有一寡观念，是长期以来阻挡咱真侪一个真尊贵的基督徒的。兄弟姊妹，咱教会我看见每一个人拢足认真想要做好的基督徒。咱的教会无一个人自暴自弃，但是有的人真容易，因为伊看到圣经的好，伊就放落一切向前行。但是有的人不知不觉的中间，也互旧的习惯、旧的观念捆绑着你。兄弟姊妹，年底一个最要紧的工作，就是扫好清气要过年，无路用的物件拼拼讨工。咱的教会即届大饼扫，真正拼足侪物件讨工。咱的生命中间嘛有真侪本数。伊是阻挡咱真侪一个尊贵的基督徒的。求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求天父上帝，互你知影。咱来学几个祈祷。所罗门写伫伊的箴言中间讲：主啊，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，互我拄啊好教囝就好，无过头的爽享嘛，无过头的好囝。多数人拢求讨迄种荣华富贵啦。但是，这个做国王的人，伊才知影讲，荣华富贵真容易互人跋倒，绝对的权力，绝对的腐败，对无？咱拢会晓背啊。所罗门的祈祷讲：主求你互虚假甲白菜离开我，主求你互我拄啊教囝就好，无过头的爽享嘛，无过头的好囝。主，你是耀华以力，你伫我的生命的顶端，你有比我所需要用的。安尼教囝就好，求天父上帝嘛教咱祈祷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。伫每一摆做礼拜的时，求上帝用伊的话，带咱行一条有价值的路。所罗门所讲，你的目睭爱看向前，你的目睭爱细正，人毋通做迄种偷工减料，也是土鸡摸狗。所罗门讲：我的囝，你的目睭爱正直。你甲人讲话的时阵，毋免惊。有的人甲人讲话的时阵，目睭拢看边啊。你的囡仔细汉的时，你爱教伊看阿公，看爸爸，互伊习惯甲人讲话的时阵是细正正直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目睭就是咱的心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每一摆做礼拜时，咱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，对今仔日对地上看上帝，互咱看见上帝的尊贵。拄则我所讲的圣经记载伫以赛亚32章第8节，伊讲高明的人都无高明的事，因为高明的事要永远存在。千秋万世，你捌听过无？有甚物人做的代志，千秋万世了后，还阁伫咧，就是高明的代志。高明这个字伫圣经的希伯来文伫旧约的中间，伊叫做纳迪。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双关语。第一叫做尊贵 （glory），
安乐，真阳光。意思是讲，我的囝，你爱追求迄个尊贵的代志。虽然你即摆能力做袂来，但是你爱甲上帝讨。主啊，你的阳光成做我的阳光。主啊，我一生要成做一个荣耀的，来荣耀上帝。圣经咧讲的这个高明的事，就是尊贵啊。咱进入圣殿，伫上帝的面前，才做一个基督徒。对这个时阵开始，咱就毋是干那求假称用，因为圣经讲，迄是外邦人讨的。免烦恼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但是有的人讲，较毋免烦恼。看你安怎用参照角度咧读圣经。圣经讲，迄是外邦人讨的。那安尼你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若无讨这要讨啥？主讲完全的若来，无完全就离开。主讲荣耀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主啊，主将伊的尊贵互咱，咱的生命就因为伊，咱就得到尊贵。我嘛要搁甲咱讲，这个字足特别，伊有一个双关语，伊除了讲去尊贵这个字以外，搁另外一个英语圣经中间拄啊翻译一半一半，出现伫圣经中间翻译两种，一种叫做高明、尊贵，搁另外一种翻译到自由意志。意思就是人虽然有自由意志，但是爱追求尊贵，因为这个自由毋是要互人滥散。按听有这个意思吼？迄句的意思就是上帝将做囝儿的自由，迄个自由的权利、选择的权利，放伫你的手中。但是咱爱会晓得选择尊贵的物件。所以这个字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自由啦。啊，有翻做圣经讲自由的意志 ，willing。我心中的欲望，我心中所有的期待，我期待什么？我期待自由，我期待尊贵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黑暗的世代，伫咱的思想，伫咱的行为，会当将上帝的道表明出来。主听咱的祈祷，将这个特别赏赐互咱的下一代。互咱的教会一代比一代更加好。主甲咱三甲地地，咱的教会伫年底足幸福，咱的教会拄啊整理。我家己感觉真满意，我大概会使退休啊，因为我无亏欠恁。我甲咱教会对头到尾前前后后，该起的应该有够用，搁互恁用30年，我相信嘛应该会使。但是兄弟姊妹，搁有一种看袂到的礼拜堂，就是你我咱的生命。咱有足水的副堂，咱有足水的前后厅，咱的教会嘛愈来，迄个三厅的气氛哪来哪强烈？但是兄弟姊妹，恁敢有期待明年比今年较进步？还是恁期待明年比今年较退步？我逐年到年底拢会算会算啥？会算看咱教会伫年底今年平均出席聚会偌济人？我甲恁报告，到伫即礼拜，我也未算到以外，咱的教会今年的平均可能会伫110个人做礼拜，但是旧年咱的教会是120个人做礼拜。我无责备你，因为恁拢已经伫遮。但是我要甲咱讲，为什么有一寡人，咱今年的礼拜有较少人？因为咱有几个长辈，因其实足爱来，但是已经无方便来。恁有发现无？啥物人最近无来？阿免，共上长老，共上长老已经坐袂久啊。虽然伊会当起来行，会当坐，但是伊咧做化疗。阁有詹天比老师、彩粉姊妹，兄弟姊妹，这是真自然的现象。但是求主怜悯帮助咱。老师毋是国小课导啊，恁无来上课，我拢伫讲台顶甲恁点名，毋是迄个意思。来做礼拜要欢欢喜、快快乐乐。但是咱做伙为着将来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，阮要当心去做一间礼拜堂。
直到阮年老的时，我们将即间礼拜堂交互阮的囡仔，交互家里，交互玉明、玉成，交互所有遮囡仔，志宪、志煌、云新煌、云秀，各优秀的启恩、硕恩各所有的牧师一个念的，今日就要阿门啊！恁知影牧师真的很以你们为宝贵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愿咱做好的管家，每一个人好好管理你家己的生命。用什么？用真道荣耀上帝。咱来读今仔日个圣经，伊讲恁逐人都爱照恁所得到的恩赐。上帝互恁即摆恩赐，恁就把即个恩赐摕来伫即间教会，甚至伫你的周围的人，做上帝好的管家，做上帝百般恩赐稳定的管家，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。你愈分享，上帝愈祝福；你愈分享，上帝所予你的生命会哪丰富。因为圣经耶稣讲一个故事，讲1,000个、2,000个、5,000个，你会记无？愿天父上帝，互你哪个天，安怎去做你的教会？今年我甲陈牧师，阮伫祈祷中间有一个感动，阮也搁咧讨论讲，明年2019年教会目标要叫做家庭年，是毋是有适当？要鼓励咱的教会有祭坛，要鼓励咱的教会爸爸带囡仔，爸爸妈妈带囡仔。咱做敬拜赞美，全家带敬拜赞美。咱的教会要真侪，每一块细间的教会，伫恁的厝内，然后咱要真侪一个家庭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用伊的话，照着上帝圣经的话，来服侍，也愿咱伫凡事的顶悬，通互上帝得到荣光，对咱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恭敬，高举你圣经话命的话。主，愿即间教会真做一个无扭曲你的话，不打折，互你的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主，愿你的话做即间教会的地基，愿你的教会真做真道，伫黑暗的世代，带人归向光明。愿即间教会属于耶稣基督，伫即间教会所有的事工顶悬，互人因为即间教会看见耶稣基督，也互人因为即间教会通荣光天父上帝，因为荣光权柄拢是属于你，对大直到永远，阿门。